哎呦，是谁偷袭我？除了我还有谁最强火力、速度、隐身加身，三大魔法随时待命。小弟，你说我平时对你不好吗？你生病了是不是我照顾了你几天几夜的？听，感情牌先别说，要分出胜负时刻，谁重感情谁就输。哼，那这东西先暂时给你保管着，我很快会取回来的。小弟现在拥有那么多符咒和宝可梦，打是打不过的，唯一的优势就是对小弟智商上的压制。先去找偷猫要个宝贝，偷猫把你那宝贝借我用一用呗，保证不会弄坏。此话接上了，弄坏了我可不会去的，饶了你。这个地方用来做陷阱最适合不过了，小弟平时正好喜欢在空旷的地方玩耍了。先挖个隔离圈，唯一通往对面的桥下放满炸药桶，再把隔离圈倒满岩浆，到时只要把桥炸毁，小弟那天下第一输在小小的地方也发挥不出来。最后就是偷猫的宝贝，这宝贝就留着小老弟慢慢享受，万事俱备，只欠把小弟骗来。什么？你这样能把人变成其他动物的猴符咒？你快带我去，只要能拿到它，我就能把小弟变成一只小蚂蚁，一脚踩扁。那个报酬呢？你放心，报酬不会少了你的，快登录。姐姐又要送符咒了，那么热情，我想不要都不行，只能勉强跟着他们去拿了。好符咒就在桥的另一边，原来在对面，姐姐辛苦。小弟你上当了，炸毁吧！就这，还以为姐姐你能玩出花呢，只要我失联半天，我的小弟就会来找我，想困住我，让我交出符咒就别想了。这招果然好使，好戏当然在后头，希望你玩得愉快哦。姐姐你别装了，地方就那么小，一眼望去一清二楚。还是你想用这球专用啊？妈呀，这猫哪冒出来的？还有我怎么变成老鼠后龙符咒用不了了？真人把猫抓老鼠真好看，偷猫加油，抓住老鼠就请你吃小鱼干。原来你喜欢吃小鱼干，小鱼干都在眼前里，快去吃吧。小鱼干我来了，真是这笨猫，猫与老鼠我接要，怎么这都不放过我？